啦，契大你看磚頭，今日我哋睇邊度？今日非常之高興接受到業主邀請，我哋嚟到奧運站睇君匯港。君匯港位處於奧運站嘅深旺道8號，可以從奧運站天橋無縫連接屋苑，一共有5座，戶型由2房至到5房都有供應。今日有幸同大家睇到一個1座 A 單位，1、2座係全個屋苑最靚嘅座數，有特高樓底，亦都有向南極開揚嘅奧運城市景，再遠眺出去維多利亞港海景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哇！咁快我哋上到嚟呢個1座嘅 A 單位，望到呢個特大嘅客飯廳，非常之寬闊，小朋友喺屋企咧跑嚟跑去完全冇問題。大家都見到業主做咗一個 L 型 sofa 啦，空間感非常之足夠啊！因為業主非常之好客，成日都請朋友仔嚟屋企，絕對夠坐。再望出呢個露台景觀，非常之開揚，飽覽奧運站嘅開揚城市景觀。到夜晚嘅時候，萬家燈火，絕對吸引到你。大家睇咗咁耐，見到我手上攞住杯橙汁，因為業主真係非常之好客，經常請3、5知己嚟到呢間屋入邊嘆住茶咁樣，大家坐晒喺度，空間感都非常之充足啊！我哋首先睇下呢個海景嘅主人套房先，夜晚仲會望到呢個汀九橋嘅夜景啊！呢邊房間咧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仲有一個特大衣櫃位，非常之寬敞，絕對夠用。配埋今日呢個藍天白雲嘅天氣真係不得了啊！我哋入嚟睇埋另一間套房。呢間套房咧對比主人套房相對會細少少，但係業主咧就攞咗嚟做工作間，擁有一個純私人嘅工作空間，專注工作，咁就樣樣都順利啦。我哋先嚟睇下2間客房，大家見到呢2間客房咧空間感十足，擺到床、衣櫃、書台，中間嘅走動空間非常之多，廳大房大，非常實用。呢2個房間咧亦都同廳嘅景觀同向，十分開揚。呢邊係客前園，業主都 keep 得非常之乾淨企理啊！呢個單位絕對適合家庭客人啊！我哋睇一睇個廚房就即刻知道啦。3面嘅工作台面，你睇下入邊2個人煮緊餸，我加埋入去都絕對足夠。仲有工人姐姐套房，一齊入去睇下。同業主傾完偈落到嚟，真係獲益良多。非常之好客，仲送埋自家製產品俾我哋食添。講翻正經嘢先，如果大家咧對君匯港呢個1座 A 單位4房雙套